繼續講六祖壇經無搶記，將嗰個一個答到個，將現在說無學白淨波羅蜜，最終最上最多嘢，無主無往也無來，三世祖從處屬。當應大智慧拍破五蘊煩惱定老，如此修行定成佛道，並三得為戒定慧。叫做講到無白淨波羅蜜，應該是過實過了。現在講嘅無白淨波羅蜜，是唔該是無主正宗，無主嘅袂掉讀嘅。所以六祖大師叫嘅一聲上在說。無白淨波羅蜜，即是大智慧到悲哀當人還嘅為大智慧到悲哀，伊是最終最上最多益即個金剛經叫做多益波羅蜜。昨年將處講過500個青咩個人伊去這個地方去達到呢，這個寶所就是由這個導師來帶來領導。是500個青咩，就是布施持戒忍辱上定，是500人伊愛當作有卡有這個導師，就是白淨來教伊人，這樣可以達到去到寶所。這是咱人修成佛一定就愛有這個白淨來領導人修這個布施持戒忍辱上定這5道，所以是叫做呢最上。是最重最多益，即係多益波羅蜜。但是無主無往嘅，毋是咱伊白淨去放點到地個，或者是去了無來，像事。雖然咱一念五就白淨做伊是落家己煩惱食米去，伊毋是咱當拄一概呢5次到米甲無曉伊白淨伊個智慧還是多個嘅，不過伊本嘅定煩惱包圍。黑暗去是要啥？袂向發出也講出來，所以毋是來去點到地個吼，正是走過地個伊無來也無去，是不生不滅。三世祖從處屬佢個金剛經那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及諸佛都是從這個金剛經出，毋是咱本經嘅出自諸佛。就是以金剛經是無主嘅宗旨，個修行就可以成佛。有古雜那嘅主當自有黃金屋主當自往如月，就是唔即係咱落讀書，將來就可以做官，就有大厝起要有每兩位攞做事，就唔是咱伊個本自嘅出一個厝，甲出一個每兩，就是咱落伊去讀，將來可以做官就有大工做就有大厝，較有這個美貌嘅事。現在就個咱主從處屬是啦，伊白淨就來修路就可以成佛人本來就是佛，但是做你未成佛呢，你只是有正因福性，無有了因福性，知都唔知，信都唔信，你個福性不能向法。現在這個你學這白淨，就是加入去鍛鍊修行成佛，這是那種金嘅礦，你去提煉，但是一定要付出，經過功夫，才可以變做純金嘛。所以當因咩個從處屬了因這個大智慧，拍破就五蘊煩惱定老這就唔改啦。所以因着大智慧從這個處。從你聽經聞法後，從這實相白淨起這光照白淨從實相白淨起光照白淨，然後呢拍破這五蘊煩惱定老。五蘊是咩個？有這蘊字就是積住嘅意思，即係積住五樣物件成為人嘅生命。識、受、想、行、識是五種，是五種就是人初認為是我，是五種就是世間人輪轉生死所以你愛用這個智慧大智慧去拍破伊。心經叫做照鏡，
叫六祖大師叫做拍化病藥。這個色就是人指人一個身軀殼，這個軀殼是地水火風四樣下生，所以後半一般人未啊出家人，若是有一樣來燒唔下，或者是來燒者，恁拜佛人五蘊皆空。其實五蘊皆空，人是都是五蘊皆空。這個五蘊皆空甲四大皆空，這個是說一個原理，一個世界。像這個軀殼，外這個山河大地都是四大下生，四大就是普遍。那地大咱身上嘅骨頭啊、頭髮，即係眼嘅，那燒了變咗就骨頭，開到樣呢就個大地病病樣，眼生嘅叫做地大。水，咱嘅卵啦、精液啊，這個大小便，這個是最生啊，這樣是最生。風就是咱個呼吸啊，愛叮當，行來行去，愛叮愛當愛呼吸，這個是風大。了個火，咱個火生暖氣。只是我物件一樣袂跳，咱生病了啊。譬如咱學風唔跳，行落下窗啊，水袂跳，面整骹整。哦，若是風地袂跳，骨頭痛，通身無過吼。了若火大一個，毋是上升，毋就遐降無，伊種咱四大袂合袂跳，咱就有病。四大伊也是分散哈。所以咱愛流嘅時候會吐的時候，四大就分散，咱就吐了吼。袂呼吸，水袂驚，血氣袂驚，無亂氣啊！迄個時候呢，就是生命呢結束啊！這個是說人一個軀殼，爸母所生嘅軀殼。精神方面，受想行識，受人感受哇，真有一種事，使人真歡喜，感受甲真快樂，樂受。哇！一個眼鏡長頭，你無修養啊，咱覺得真苦受啊，也無快樂，也無苦奢受，不苦不樂，就不外之三種受感受啊！這個是咱精神上嘅感受。相東相西啊！一日愛叫伊莫想毋可以，我來念經莫想伊平平氣，可無相無共嘅想出來。啊，想過個有人想到呢頭無角，伊就想有角。啊，古無毛想到有個妄想在嘅人啊，無到緣共啊，迄個妄想就在嚇。所以這個想因，了就驚，就是咱驚，就是毋是咱驚落嘅驚，生命。是咱身體上不聽，但係叫做生命。啊，頭毛因為有個真美，有美咱睇毋出，不急不覺頭毛長，不急不覺全角長嚇了。是人淡薄睇伊無法覺，若是幾年無睇，個腦筋裡變真大，大人咧老好啊，咩，所以其實時時刻刻多個病，這個就是行因。乃至心理上哦，迄早就有足生想，馬就有病改病，或者幾十年再思想有足生，現在又唔病嘅想法啊，所以不聽，但生滅多個病，這是行因。啊，個色因就是烏來也色，前天人嘅生命嘅，所以古人啦，色如水爬，咱這個身體哈，你就愛時光伊無相叫水爬咪哦，幾十年真緊就過，你就袂安尼，你就光了有啥物好處？你袂執着，你袂曉再煩惱口白，你就放遐心情就看我，所以這個色你莫想啦。叫水爬病哦，咱都水衫做水爬，一個囝就落雨做水爬，一個囝就崩破。小如珠穆咩個水衫做泡沫麼？感受當個一個譬如哇，真好酷，一個囝就過。早日啊，佫卡拉 OK 跳舞，甲跳落尾變歡喜啊，也是一個就過去嚇。所以這是叫做珠穆病。這個小呢？叫啞巴病，一日人都無修養、無控制啊，無了伊一日念妄想多大，想東想西想遐，無事都想到出來了，做你咩就熱情熱鬼了啊！迄種你來煩惱了啊，所以這個想因個則個，行因呢啊就芭蕉就是伊個金蕉樹啊。你無睇了，金蕉樹伊個來白個從個心都還有通學白，這是哪是假個，這個行因啊是行因，色因就反悔，
咱人嘅身體生命邊頭嘅人所感受嘅處體自然，乃至山河大地一種物件，完全看咱隻身體好無，完全是自嘅色音所顯出來、所變出來。因是依據什麼嘅變？業力。到過去所做嘅好業，就變出一個每年啊，或者是個業嘅出來。過去做惡業，就變起出去嘅無好嘅出來。邊頭所受感受出人都是冤家，直接抌來吹擼生老少。或者你過去商業吼，邊頭出人攏是對你好嘅，所以咱明白這道理。伊也明嘅，佮執着一種好較某，你就多照顧，就得到修養，你就家己某無要緊嘛，從實在來修。好呢，也就等着愛修所以只個色音叫咩個名？叫毋是正式啊，叫呀咩個電視變出人咩，做有來有去，什麼攏假個嘛，什麼影伊錄到伊代啫嘛。只個咱所感受嘅一生嘅經過啊，其實毋是佇兩世界，也毋是天數，也毋是爸母祖先。爸母人都有人袂曉，連阮爸母啊，生到阮所兄弟姐妹家己樣好，生到我了遮濟毋夠解。其實爸母家己都係生到夠解，是著家己本身無去做夠解，所以無奈也是所變出來。爸母所生嘅什麼出囝，家己中到大時候，家己命毋平哦。家己所感受嘅都無一家會相像，生格也毋相像，攏總相像，攏總是業力細項，就是那個烏那呀食嘅增經下來所變出來。所以這種北隻道理何種呢啊？所摸嘅調了，調是無曉過，是真惡濕氣，不知不覺伊就發現，都知啦無發脾氣咯，無一個來嘅時候就猛整就發脾氣，都愛知。你話若是高級心等嘅人都愛知到高級毛呢，但係同佢別人也可以心了悄悄呢。伊所以就慢慢來磨量多聽，經磨出無好嘅夾了，坑出好嘅就去，盡量坑有嘅。所以坑到將來行菩薩道行成功，變做大醫驚地，就是個釋迦牟尼病順祥，不說祥甲唔祥，白。順白嘅了，迄個時候就是叫做成佛這個烏那耶識就是咱嘅生命嘅根本嘅物件，咱來出世，所以伊就來投胎。了，咱死嘅時候，伊攪尾才走過來，來所以去後做作用伊平時就無咩出現呢，只是你甲你修一種物件，好也甲你修，歹也甲你修，所以呢，多聽好嘅，莫係歹聽。聽了伊就另外一個影響就個坑入去。這個身口伊產業一個叮當，伊個影響就坑入去。坑了伊是白日話會發現出來再感受，冤枉不作。過個坑伊所整治，就會有因緣法嘅時候發現出來。出來到再做了你再又再坑，就冤枉都無有多少個來注意冤枉不作，就入不了。就是啊，所以有人都你想那人做惡，伊都做嘅時候已經不知不覺，伊家己都唔知道做乜嘢。人做鬧大事嘅時候，小事無事啦；鬧大事嘅時候，後悔都較慢了，業力使將，人都想愛做好，無人想愛做惡嘅，業力強硬，伊去做嘅錯唔合理嘅事。了有就係做了，有就從政治有坑到而在。了當個電視出整治之後，伊無呢受興啦，我就無法明白就因果都慢慢去磨量，去掉啦，就係。所以這個我因伊是樣仔啦，用這個大智慧來拍佢我用電腦是咩嘅？使能農莊生死嘅，就電就垃圾嘅。老就因為老就生死因迄個時候就生死過，死了再生了再個死，但落到農莊疲勞唔疲勞所以八大人格經啦，生死疲勞唔是一時兩時，到就來是久了，但就是轉來轉去轉不出。當時愛拍我用煩惱電腦
就是要經過修行，就用咪個用到個光照白遮來拍破。靈驗經啊，破我用條我抓，因為每一處我有經過這個經。是咩學動搖？再計30定陰魔是學動搖啊！你愛破色陰有10定陰魔出現。因為昨日有指出陰魔，佢魔唔是同啲個來時落嘅心曉來嘅方言啊！了後正都修到上等啊破上等時候，又睇見啊魔就天地睇見天等魔落地啊睇啲地，是唔是正式路聽硬動睇了呢？唔是，是落家己曉來修行嘅方言。你若若買啲好，即個好嘅有條，好嘅依照。唔知是為咗哇，真講什麼聽硬動啊哇！我昨年哦，迄個時候着魔了慘。或者修到上當有10正陰魔出現，破色陰破修陰也有。迄個時候有時個心就儲備到，同佢嗰隻蚊，直直咁扣到迄種個時候，迄錯也背愛魔嘅入到個心府咯，就直直扣到死，或者修到愛自殺。你若是愛在，你個心定落來，無事見落這個就無了。修到呢哇，正常都愛思想吼，徛多徛寶，愛來督家己。但是你家己個心定落來，你知你這修行見落這個就過去了，是叫啥？所以有個修行是我有個照顧，有個做過去生有這業力，行做今生伊種種嘅往，有個來對照顧自殺本是有啊，毋是無啊。所以這個就愛多聽經多聞法，無呢家己修，家己修都袂曉清光相在識。所以拍破五陰煩惱定老，就毋是一個囝就拍破五陰啊煩。定老煩惱時候，你就修行了成佛了，這個時候成佛了如初修行定成佛道，定都是成佛道這個是六祖大師我了，你我了就佛性，咱真有無我啊？咱也可以打作我，咱名字叫個我，因為知道我有佛性，我修了可以成佛，但是正式啲佛性呢袂真都知道是叫做我。從今以後，你就依這個性來起修，就正着行就着福啊路，袂行錯所以變三德成戒定慧，三德貪嗔癡，正式是叫德育了。你所以心態貪嘅時候呢，貪啲唔下你。你話做生意貪錢，這是唔是叫貪？唔是，這是你嘅事業，你無騙人。我做工，這也唔是貪，是因為你個事業。但是貪是唔合理嘅，要貪，要貪就戒嘛，戒就可以戒到只貪。譬如嗱你整抬到出自然拜到一個，你有一個戒，我是冇頭嘅，因為我是鐵戒嘅人，戒貪鐵戒。就是警惕咯，去到一個警惕。如果俾個公司咩個，傳咗好事又無累，你都在咩？我鐵戒人袂使偷竊了呢，台間人多個食飽食好，或者你想了真好，但是呢，我是鐵戒人所以你就袂去貪，因為這個戒就袂去做叫啥？這個是。所以戒變戒，這個戒就在貪。整呢整哇起來，原來就對人請咩白咩，等下不得話拍人，所以愛整甚至耍人所以愛衝動嘛，即使無修養衝動起來呢，咩個無明為食個，伊個時候呢做過後對人請咩白咩古早請人食到就好。幫忙人整每個人來都熱心人就記得了有你古早請人食唔記得衝動，就是愛整遠，所以這個就無定力嘛，做你衝動無定力，有定力人唔會再打一句話，
每一人都想想者，所以有定力，所以定就愛對付一個變一個對付一個情形。無修養的人個衝動啊，動不動就發脾氣，啲囝唔合就發脾氣，對人死衝動無定力。這個智慧就看伊破度是變這個五次變到智慧，所以變三德為界定慧。所以這個白井是叫才好嘅。上在說，我造法門，從一白井生84000智慧，可以個為世人有84000定老，若無定老，智慧上向不離諸聖。這個六祖大師繼續再打叫大伙聽眾稱一句常有上在說，我造法門。就是這個白井波羅蜜法門做你當佛話叫做法門咧，法門是通暢嘅，可以通出通入這個譬如一個好處，因為譬如一個出門你關起來就安心到許待若是開出來就通出通入將三斗門給關起來，通過人聽再通去一個佛嘅境界，所以用這個門來譬如。但是這個門有門我出，就是通暢。人做你直接當中裝生死，吹來吹去無得出，當做三界、色界、欲界、無色界、三界，讓轉來轉去無得出，無門我出。現在有個門我出了，蒙到個門了，門到一個，依照這個門來修，都就可以跳出三界。所以，那我這個法門佛法這個白井波羅蜜。從這個白井可以生出84000嘅智慧，這個就從這個根本，創造白井整體嘅實相白井都本有迄個時候呢，就學在上較方便嘅智慧啦，可以來度眾生。所以有上較方便嘅因為眾生像我不樣，個煩惱唔相當，像我不樣習氣唔相當，聽道都唔相當，所以呢就有種種嘅方法。來對來去對治，好簡單。個就譬如，我愛出家修行嘅，獨身主義，你就看惡思念處惡相定。如果我是一個有家嘅故事，你就惡五戒十相在家菩薩戒，惡不捨因，你就唔惡思念處惡思念處呢，你惡了得。佢個太太都有身邊就是一道白骨，甲一棟垃圾所以就推到種種嘅方法來修來修了，達到成佛是一樣。定住呢，一個坐下來有正在嘅夢，譬如《楞嚴經》講25個夢，25夢都可以入嘅，入到下來都是當一個坐。只要是一個坐下來，偏有夢，左有夢，右有夢，你同啲個入都是來到一個所在，來到一個地方所以做你就愛84000嘅智慧世人有84000定老同時那84000定老是煩惱，所以就着84000嘅法門來對付，譬如藥店後來有種種藥就是適合，因為出人有一個病。所以就需要這個藥，藥到個病好就命嘅接觸藥了所以若無定老智慧上向，因為智慧就是人本有嘅，無定老嘅時候無是說煩惱定老，智慧就是上向不離諸聖，這智慧就是人這個智慧上向不離諸聖，這是實相白井。我處合者，即是無念無惡無着，不起狂妄。應諸正如聖，以智慧光照，以直切法不錯不捨，這是降聖成佛道。我處法者，啲講我這個法就是叫做無念，無念咪是咩嘅咪想，叫查頭咪又唔是，無念就是無自個執着，叫做無念。無念做你哦，無念無惡無着，惡念
lúc ích ném mà bỏ ích ném mà bỏ cái đi hiểu sĩ năng hoàn vũ được ích ném chỉ có mấy cái ích ném đặc ích đâu hiểu lại này và dầm có bẹp bầu dầm á chính rồi ích ném mà当时伊啥人伊名ích ném做人愛食少伊比到個清楚，那ích ném就ích出定嬲譬如整人命話唔嚇啲。無你厝腦彎曲伊個咩念見都是想做去，雖然無個咩都等夾想了呢，來到就唔甘願就到心頭就抱起來。其他物件應該會煞唔記得喎，或煞多少唔記得，只個話整簽咗一時都袂唔記得這個ích念，所以ích念之間是無好，就是當年呢有做着有接着，所以ích念就之間就。無念就是無益無着無做着，伊愛在一叫個物件邊只招伊就出來，不去狂妄就是呢，袂去這個狂妄做歹，用乜個用真如做成，就是咱本有個叫一物件邊清清楚楚，來有乜個就招乜個。以智慧光照，從如之個實相法，即係其實智慧光照以這叫法不錯不捨，不錯就是不愛，不捨就不正，用能就是有處捨，所以就是十二因緣處捨，就是生死嘅根本，無免妄輕妄實，實妄名實就十二因緣。你無免都過去了，這麼整這麼短途呢，就愛處就愛處有，都愛處就過來注意啦，無不錯不捨，無這個愛處，你同有錯，有錯都愛直接無見面就凄慘咯。了呢，愛袂到嘅時候咧，哇，真遠就個念死喎。每個這個愛相愛，這個心都是妄心嘛，人都賣都硬了叫人愛所以就賣又就反正就個念死所以腦出人命就是這樣原因，所以就愛處就個都愛無愛無捨無所以就煩惱就斷多，就是降生，這個時候就降生成福就這個時候福嘅責任較大，所以轉不食成師地。轉硬做皮質性，是我食性所則的所以哇，福質性能病無良性，口才無病有用多等都是用我有用多等，咱用來用就是用到六丁愛處即個咩？轉對六食呢成妙光測調你若久嘅時候都會知，能發光測到這個眾生。是咩更生？是什麼法藥？光轉隻對七食成平定西地，所以呢平定無分彼處，轉對八食大意見地交嘅大意見朋友，招來招去都是圓滿嘅，是這個所以成福就是這個境界咱整雖然未成成福，咱聽幫到什麼好處？那又食整咗整一日去了。你有一日啊，你這個六祖大師病，名學所講就愛病到東條東正了。因為六祖大師又唔是一時就病到咁強食嚟嘅。咱整所以入病，入到90也是個六祖大師病成應入去聽到應入去就個按那嘢食，整聽過就個耳，從耳就入去就按那嘢食有對了。所以復活當的一股入這個心嘅就按那嘢食用為鬥爭樣樣都袂唔記得佢所以這種真嘅相跟眾生要求係眾生唔相信都好，乃至特性都好，都係真一個相跟。譬如咱幫生，咱嘅特性說法故意都不知不覺，得一個相望，真一個相跟，希望伊有一日就會來個福個。譬如咱有一日，我做要求，摕到糖點飯伊食。該祝福，伊去落個好嘅影響該念一句阿彌陀佛，伊也該整落相跟吧。伊整雖然唔信，有一日伊就愛信。過去福多時嘅時候，
有一個老人，想要去出家因為出家就有相根，我被阿羅漢觀察，輪流觀察，這個人背往業來無正過相根，不能出家哩。所以個老人就真識無悔去，行半路我就好得好，你好出家，叫伊轉來。阿羅漢都係八王四劫來，八王四財劫來，伊無正過相根，這人做你好出家。福大因人阿羅漢係先通知佢觀察到八王四個劫來嘅事，過去八王四財劫伊會知，未來八王四財劫會知，但是八王四財劫外伊唔知。所以福嘅智慧就好故都可以照出來。